伫咧旧历7月，真侪所在拢会办普渡，不过高雄的油厂地区无办普，到今年已经有95年了。当地是改做春秋祭典，也禁止杀生，干那用火甲果子来制作敬神。在地老一辈也拢讲，无普渡无烧金，生命共款有斗保庇。旧历的7月份，侪侪民众拢会照民间风俗传好了的款待好兄弟，无论是三生四果，也是十花五色的各种四手啊，拢传家真青草真澎湃。不过，伫咧高雄油厂元帅府4颗练灯17个里，因为元帅爷公有降旨，当地对1929年开始就拢无咧普渡，改做逐年春秋2季敬花献果，制作拜神。实际访问在地人，因拢讲大家拢知影这个风俗，若是有新搬来祝福，因嘛甲因提醒。40几档毋捌普渡，毋过阮有家己有咧拜拜。外地人若要遮徛，你爱属于围墙下咧就对啊，袂用普渡。围墙整证明大家嘛感觉讲，无要普渡，是迄别间迄个，大家嘛有余力啦。经过数年以后，大家感觉讲，都拢真顺遂、真平安，就到这啊时，就拢无普渡啊。所以即马毋闹关税府附近3个庙寺中原拢无普渡，无烧金的风俗嘛维持超过1甲子。民众表示，拄开始确实有影有人袂惯势，毋过久来大家拢真认同。已经改50几年啊，嘛，阮在地这居民大家嘛认为讲，互安尼方便啦，免拄啊好，生命生也好啦就爱煮一寡青草来庙拜拜，安尼社会在改变啦其实咱宗教嘛在改变啊。油厂关税府建庙到大超过300年了，虽讲延续传统的科技，不过庙方认为庙是祭拜的方式，嘛爱对着时代环保个时行。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。